大家好，我是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中老铁路工程高等教育合作项目首批老挝留学生童朗，我来自老挝琅勃拉邦沙拉巴市。上高3的时候，有几位中国朋友在我家乡进行铁路勘察，我和父亲一起帮他们做一些工作。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在“一带一路”的支持下，中国要帮我们修铁路，铁路能帮助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能让我们的生活好起来。尽管那时候我还不是很明白“一带一路”是什么，修铁路到底有多复杂，但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想法。那时我有了要当一个工程师的梦想，我要考大学学土木工程，将来当一名修铁路的工程师。第2年，我如愿考上了苏发努冯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上课时，老师告诉我们，在中国的帮助下，中老铁路是老挝历史上最大的项目，是国家的1号工程。这时，我萌生了要去中国留学的想法，因此我报名学习了汉语。去年5月的一天，学校广播告诉我们有一个到中国上海留学的计划，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铁道工程。在中国朋友那里，我了解到了这个专业在中国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专业。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这个专业很有特色，我们很多同学都想参加这个项目。经过1个多月准备，上海的老师来面试，我如愿加入了这个项目。上海是一座很友好的大城市，我们在这里学习和生活都很幸福，我很喜欢上海。去年刚入学时，学校专门为我们举行一个盛大的开学典礼，上海市外事领导、我们苏大校领导和上海总领事都来参加了。SIT 校长的寄语让我们记忆犹新，也鼓舞我们学习。开学典礼后，我们还见证了中老铁路工程联合实验室的签约和揭牌仪式。我和我的同学们能来到中国，来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非常幸运，也有好多话想说。大家好，我是陈思，在 SIT 学习1年里，让我最感动的就是坐中国速度最快的高铁。以前我只是在电视看过，但是今年我有机会和同学们、老师们一起坐高铁从上海到北京，这让我感受到了坐高铁的感觉，比坐汽车和坐飞机舒服了很多倍。我希望我们老挝将来也会像中国一样有高铁、地铁。我们的高铁以后的速度也会达到每小时300公里。大家好，我叫凯发。我希望在乘坐高铁时看到繁忙景象在老挝也能出现，我能参与这样铁路的建设和管理。大家好，我叫布塔拉。我们去了张天佑纪念馆和中国最早的铁路京张铁路相关学习，了解了很多中国铁路的历史。我希望我们能成为老挝的张天佑。大家好，我叫苏颂。今年暑假，老师们把我们带回老挝，在中老铁路现场参加了专业实习。中国中铁的工程师们给我们介绍了琅勃拉邦特大桥和中老铁路的很多知识。我们了解到了他们和我们国家的劳动者一道，要把中老铁路建成友谊之路、廉洁之路和幸福之路，这很了不起。大家好，我叫红土。工程师们很负责，很辛苦，他们远离他们家乡，是为了我们老挝建铁路，所以我们更应该好好学习，将来和他们一起建设和维护铁路。大家好，我叫李娜，在这里我们学到了很多江苏铁路的知识。在大学上，同学们还给我唱了一首难忘的生日歌。
大家好，我叫宋小麦。这一年，我们主要学习汉语和一些专业知识，老师们很认真负责，也多很关心我们有什么活动，也经常带着我们。中国同学也很友好。大家好，我叫蒂佳。我们和中国朋友一起参加了中秋活动、运动会。过年的时候，校长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红包。我们学习了知识，了解了很多中国文化。大家好，我叫夏兰玉。去年老师带我们参加上海一个活动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了上海和老挝有很多交流，每年都有一些志愿者去帮助我们。大家好，我叫沙塔峰。现在我们都通过了 HSK 汉语四级考试，我正在研究中老铁路运营管理模式。大家好，我叫李模。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大3的课程。我们很幸运能赶在中老铁路2021年底开通前毕业。尽管现在很多专业知识学习很吃力，但是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让我们更高兴的是，在中国蓝莓基金和上海政府的支持下，将还有更多老挝学生来 SIT 学习铁路知识，将来和我们一起建设铁路。大家好，我叫唐小希，我在上海学习铁路知识。我叫杨福，我想学好铁路知识，为老挝修铁路。我叫李东，我将来想当像张天佑一样伟大的铁路工程师。我们是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第2届老挝留学生。我们都有共同的梦想，在中国学好铁路知识，回我们国家服务中老铁路，从“一带一路”倡议受益者变为建设者，建设更多铁路，争做杰出的铁道工程师。我喜欢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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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中国。一带一路，蓝莓合作，战中老友谊，代代宣传。